罗马书第11章。安尼，我要问，上帝减有放杀伊的子民？绝对无。我本身嘛是以色列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属便雅悯之族。上帝毋捌放杀伊早就竞选的子民。恁敢毋知？圣经有记载。以利亚对上帝控告以色列人讲：主啊，因提死你的先知，拆毁你的祭坛，只有剩我一人，因嘛在孝想我的性命。毋过上帝安怎应答？伊讲：我有为着家己留7000个毋捌跪拜巴力的人。现今这个时的情形嘛是安尼，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。既然是上帝的恩典，就毋是根据人的行为。若根据人的行为，恩典就毋是恩典。若安尼，以色列人无得到因得对切的，只有上帝所竞选的少数人有得到。其他的人心意毋听，照圣经所记载，上帝互因的心灵麻痹，目睭看袂见，耳孔听袂着，直到今仔日。大必讲，就互因的宴会诚做寒天落梦，互因跋倒，做因的报应；就互因的目睭花袂看见。互因的加只饼永远翘久。安尼，我也要讲，以色列人倒落去，剑拢爬袂起来，一定袂安尼。颠倒因为因的过失，拯救临到外邦人，来激起以色列人的嫉妒。既然以色列人的过失为互世间人得到丰富的祝福，因的失败为互外邦人得到丰富的祝福，何况以色列人若专属得到救，迄个祝福减袂搁较丰富。现在我对恁外邦人讲，既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我看我的这份做阳光，安尼通激起我的同胞的嫉妒，来救因中间一寡人。以色列同胞受气杀，若为互世间人甲上帝搁和好，因搁受接纳，减毋是亲像人对死搁活。头一块面册，若性别归互上帝，规床嘛拢会安尼；树根若性别归互上帝，枝嘛拢会安尼。人甲橄榄树枝种起来，将恁遮的野生的橄榄树枝接落去，来接受共迄丛树根的营养分，恁就毋通对种起来的树枝夸口。恁若要夸口，就知毋是根在倚靠恁，是恁在倚靠根。你检猜要讲，遮的树枝种起来是要甲我接落去，对，因毋信才受种起来。你对信才徛袂牢，你毋通骄傲，着惊吓，因为上帝若无留原来的树枝，嘛无一定会留你。所以，着知上帝的慈爱甲严罚，对坠落的人伊真严罚。毋过，你若继续倚靠伊的慈爱，伊就用慈爱对待你；若无，你嘛会受震动，失去伊的慈爱。以色列人若毋是坚持毋信，就会受接倒转去，因为上帝会当搁甲因接倒转去。恁遮会对野生的橄榄树种起来的树枝，上帝就会当违反自然，甲恁接伫好的橄榄树。遐原来的树枝减袂搁较好接倒转去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这个奥妙的真理，才袂想讲家己是聪明。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疑心，
到外邦人归主的数目满为止。安尼，所有以色列人拢会得救，照圣经所记载。拯救者会对锡安出来，伊会除去雅各的不虔不义。迄时我要除去因的罪，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。一方面，对福音的观点来看，以色列人因为恁的缘故，诚做上帝的对敌；另外一方面，对竞选的观点来看，因为因祖先的缘故，因诚做上帝所疼的人。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未改变，恁外邦人以前无顺服上帝，现在因为以色列人无顺服，恁才得到怜悯。同款，因为恁有得到怜悯，因现在无顺服上帝，是要互因嘛会得到怜悯。上帝将所有的人拢关伫无顺服的状态，是为着要怜悯所有的人。上帝的风声、智慧、财物，偌尼深沉啊！伊的判断恶得推测，伊的道路恶得找到。什么人知主的心意？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？什么人捌先互伊什么，伊就报答因。因为万物拢出自伊，我靠伊，归伫伊，愿伊得到荣光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